好，来继续来看行政院昨来公布，要甲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往外围阁推设出去455公尺，等于是离岸1.2公里。另外嘛来承诺，未来挖掘，未来填土。但是这个草打公道的带头潘中正等人，也是无法度接受，痛骂讲这是上诉。不过，环保署的前副署长詹顺贵等人是表达着支持的立场。早起，佮率领着环保团体部分的人士来开记者会，讲这个环保团体唔是只有一个声音。我们只觉得政府推出这样的方案，我们觉得可以接受。那这个跟政府是不是跟政府背书，其实完全无关。找环团人士开记者会，前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讲会支持政院提出来国体方案，也唔过无法解决能源的疑虑，也无法解决生态的疑虑，所以它的唯一的功能只是说要推出不同意票，然后去分化环团。那有些环团觉得政府已经让步了，所以我们人民也应该让步，也应该要放弃这个公投。对政院版国体方案，环团内部嘛是有无同的意见。各式各样的沟通，我们都非常乐意，都非常乐意。那什么形式都没有问题。那大家能够支持，对我们的这个早教的公投投下不同意票。来看规清地图，国推按3只面积，维持进前的23甲，离岸距离搁外推455米，拢总是1.2公里。搁答应未污侵、未破坏海草搭，不过工程预算要150亿。不浚深、不填方，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礁体被破坏。维权团未接受坚持过海5公里，别当建设，建桥工程伫咧海草搭破坏环境。而且行政院讲，选所在爱11年，不过中央评估讲爱2年到4年，三大理由不爱让步。拒绝外推，早教永存，早教永存。即马有权团代表出面表达无同声音，嘛，互海草搭的公投可能有变数。